后来这个道观花，台语讲报残花，为日本引进的高月道观，就是台中的山城地区正常多。台中市高月道观协会最近举办一场的花展，花期只有1礼拜，喜爱报残花民众都爱把握着机会。 台中市丰原区阳明大楼1楼中庭，即天正早花艺展览馆，120盆的高月花开甲真水，和民众做一摆看好够开。各品相今年出来的花，因为天气比较热，有的都比较盛开。 这高月花品种是由日本引进改良的花，以台中市山城地区种的数量上多，超过4万多盆。因为台湾的气候比日本稍热，所以大部分伫咧4月开花。真侪人无了解，你知无？大家交流的时阵，我嘛是2月花的时阵才开始，甲这前辈交流啊。 台中市高月花协会讲，即摆当时花蕊开了上水时阵，有兴趣赏花民众脚手大美，那么真紧就冷起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